咱每一届在祈祷的时，我相信咱会用咱欢喜的心来相信咱的上帝，会听见咱所祈祷的。阿门吗？阿门。所以咱用这首诗歌来敬拜咱的主的时，咱搁一届来思考，咱所呼求的，咱嘛来宣告，咱所呼求的，上帝一定会应允予咱。阿门吗？